家人们、寶寶們，龍門武館護您平安，護您平安。不要3900，不要2900，只要998。一身本事學回家，線下火熱招生中，聯繫電話13838888888。我要是能有這麼厲害的爸爸就好了。洛洛乖，媽媽給你找一個更厲害的爸爸，好不好啊？不要，我就要他。喂，蘇總，您的保鏢我沒找到。效率太慢了，你應該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，王家步步緊逼，我必須馬上找個人替我照顧洛洛。可是長得帥、會照顧人，還要武功高強，這種人很難找到符合你心意的呀。不用了，我已經找到合適的人選了。師傅，咱們這算不算廣告欺詐啊？說什麼呢？我們這叫合理營銷。為師身為一名修仙者，怎麼能輕易使用真實的實力呢？萬一波及到了你怎麼辦？就吹吧，你還修仙者呢？你要是修仙者，你的前女友能背着你去傍大款。你怎麼說話呢？為師渴了，倒杯茶去。請問林峰，林館主在嗎？哎，這不是來了嗎？是我。各位是來上山拜師學藝的嗎？不，我蘇婉瑜是上門打假的。蘇婉瑜，你是蘇氏集團總裁？完了，師傅，都怪你拍的那騙人的廣告，這下惹到硬茬了。這來打假的怕什麼呀？為師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哎呀，蘇氏集團財力雄厚，供養的打手個個都是內勁高手，你嘴上功夫再厲害，也不可能打得過內勁高手呀。啊，蘇總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別跟我們這種小門小戶一般見識。我龍門武館不怕打假。師傅，好小子，有骨氣。雖然你開武館招搖撞騙，但是看在你有骨氣的份上，我一會兒打你啊會輕一點。哎，不用，有多大勁兒使多大勁兒啊！但凡要是能夠傷到我一根頭髮絲兒，我龍門武館立馬關門歇業。我一個修仙的，還打不過你一介凡夫俗子。師傅，你不要命了呀？你這騙子還挺神氣啊！蘇總，我一會兒可以出全力吧？可以，不要鬧出人命就行。是。老天保佑，別讓我師傅受重傷就好。凡人功夫好像是這樣。小子，我的通背拳練了20年，你想靠照葫蘆畫瓢就想贏我嗎？別廢話，出招吧！狂妄！通背拳！這就是所謂的內勁高手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怎麼樣？不服啊？再來！你通過了考驗，從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蘇婉瑜的貼身保鏢，年薪100萬。啥？師傅，我沒聽錯吧？100萬年薪！哇塞！哎，去！怎麼，不滿意嗎？區100萬，你想讓我放棄我的武館？我是那麼經不住考驗的人嗎？你這破武館得掙多久才能掙到100萬？
當我的保鏢，馬上就可以得到。你懂什麼？開武館只不過是我的興趣愛好，其實我是一名修仙者。噔噔，身為一名修仙人士，怎麼會在乎金錢這種身外之物呢？編，繼續編啊！行了，一口價500萬，你的武館還有你的弟子，我全都要。奇怪，這小女孩居然和我命數相連，這是怎麼回事？蘇總，我師父是金錢如糞土，境界高得很，他是不會同意的。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。成交。行。師父，看什麼看？這是我的，跟你沒關係啊。周一在我辦公室報到。洛洛，走。媽媽，我不要保鏢，我要他當洛洛的爸爸。爸爸。洛洛，快別胡鬧，走。我就要他當洛洛的爸爸，我就要。洛洛，快起来！好好好，媽媽答應你。我跟他結婚，讓他當你的爸爸，好嗎？耶，洛洛有爸爸啦！我只賣艺，不賣身的。再加300萬。你就是再加1000萬，我也是這麼說。這婚，狗都不結。結，狗不結我結。事先說好了，我們只是合約夫妻，你只要照顧好洛洛就行，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等我熬過王家的針對，就可以解除婚約，還你自由身。不是，你上市公司女總裁，你還會被人欺負？海城王家那是比我蘇家強大的多。算了，跟你說你也幫不上忙。不是我吹啊，這世上還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難倒我林峰。爸爸，我困了，今晚想要爸爸抱着睡。好。哎，洛洛，有了爸爸就不要媽媽了是吧？才不是呢，爸爸和媽媽應該和洛洛一起睡。那個林峰，你先帶洛洛去睡覺，我還有工作要做。得嘞。好了，洛洛，快睡覺吧。爸爸，你說你是修仙者，你到底有多厲害呀？那可不好說，上9天揽月，下5洋捉鱉，都是手到擒來。真的？那我想去月亮上看看。好，那爸爸就帶你去月亮上。看那邊有顆衛星，我們一起打招呼。你好啊！我的上帝，上面竟然有人！那是龙國人，太不可思議了。這裡就是月亮了，好看嗎？哇，爸爸好厲害！那當然了，爸爸可是修仙者。月亮上好漂亮呀，我要拍照發給媽媽。好，我們一起拍個照片。耶！林峰，蘇總，怎麼了？我讓林峰帶洛洛睡覺，他可好，帶洛洛玩手機，還 P 圖騙我說上月球了。林峰，馬上帶洛洛來我辦公室一趟。
姐，好久不见呀！爸爸妈媽讓我們去他的辦公室，照片肯定是震撼到他了。那我們玩好之後就回去找媽媽，好不好？出發。走。来啦，舅舅，怎麼見到舅舅不開心啊？過來，讓舅舅抱抱。這就是你找的那個傀儡老公，也不怎麼樣嘛。打算用這招對付王少，沒用的。你要是沒什麼事兒的話，就請你離開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沒事兒，王少已經放話了，今天你不嫁給他，明天蘇氏就要滅亡了。要我嫁給王文遠那個畜生，絕對不可能！你少他媽給我裝矜持了！趁我現在還能好好跟你說話，乖乖同意了，否則就別怪我下狠手了。叫保安，趕走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小舅子，有話就說話嘛，幹嘛非得動手呢？媽的，有骨子裡強，練家子是吧？還好我做了萬全的準備。這是我花重金聘請的內境巔峰高手，武術大賽的9冠王。今天我就是擄，就要把你擄到王少的床上。動手！受人之托，重人之事，蘇總得罪了。什麼情況？我是做夢嗎？裝你媽呢！討打！耶，爸爸好厲害！這怎麼可能嘛？你別過來！我是王少的人啊！你要是敢動我，明天他就讓蘇氏滅亡了。洛洛，你說這樣的舅舅該不該打呀？爸爸該，快打！嘿嘿。林峰，算了吧，打了他不好收場。怎麼樣？我這個保鏢還不錯吧？那個馬馬虎虎吧。蘇婉瑜這個死女人，找來這麼個林峰，沒想到還真有兩下子。不行，我得趕緊告訴王少。飛啦！起飛啦！慢點兒，洛洛。媽媽，爸爸可厲害了，不僅打了壞人，還帶我去月亮上拍了個照片。月亮？林峰，你怎麼可以教洛洛撒謊？沒有，是真的。媽媽，洛洛沒有撒謊，爸爸真的帶我去月亮上了。好好好，媽媽相信你，快去睡覺了。慢點。林峰，今天謝謝你。我明早還有事，早點休息吧。2樓給你準備了房間。好。那我先去洗漱了。雷劫在即，還是要加緊修煉才行啊！這麼晚了，誰在吵？影響洛洛睡覺怎麼辦？
林峰這是在幹什麼？夢遊嗎？這設想真是古怪。不過總是夢遊也不好。回来了。洛洛，把你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去跟你妈妈说。说。洛洛，爸爸去接你已经很辛苦了，让爸爸歇一歇。哦，那好吧，爸爸辛苦了，洛洛给你捶捶腿。真乖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。哎，对了，你突然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啊？那，送给你。送我？枕头？我看你睡不好，总是夢遊，送你個枕頭。夢遊？什麼？我那是在修煉，你根本就……哎，行了，我不想聽。爸爸媽媽可是第一次給男人送禮物。露露，我可不是特意給你買的禮物啊，我那是怕你夢遊，嚇到我們寶貝洛洛了，對嗎？我懂，女人嘛，總是嘴硬心軟的。算了，我後悔了，不想送你了。朋友，那可不行，這是送出去的，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還給我！給我的已經是我的了。蘇總，不好了，礦山那邊出事了。什麼？當心腳下啊！蘇總來了！蘇總，師傅，現在什麼情況？爆破礦山的炸藥全部被毀了，這炸不了山，工人採不了礦。這些用不了，再買一批新的炸藥不就行了？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市面上的炸藥供應商一聽說是咱們蘇氏集團，全部拒絕合作。這蘇總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，咱們這個項目恐怕要停工了。不行，不能停工。這個項目我投了10億，賭上了整個蘇氏集團。要是停工，每天都會有300萬的巨額損失，蘇氏集團耗不起的。蘇總，會不會是有人故意惡搞我們？眼下只有這種情況。我的好姐姐，喜歡我送你的這份大禮嗎？王少已經很不開心，他下令封鎖了所有炸藥供應商，並且動用關係卡死了蘇氏集團炸藥使用手續，就是為了拖死你。不過王少也說了，只要你乖乖的跟這個廢物離婚，再跪到他面前求他原諒，他就能饒了你。要我求他？不可能！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，你是無所謂，可洛洛是你的孩子。如果這麼想，就背上了10億的巨債，他這輩子就毀了。我才不怕呢！欠債就欠債，你休想拆開爸爸和媽媽。洛洛，這事情很麻煩嗎？沒有別的辦法了？還能有什麼辦法？難道你讓這批工人徒手去挖這座礦山嗎？那要挖得猴年馬月呀，愚公移山嗎？除非這世界上有仙人，現在就把這座礦山炸了。否則，別無他法了。炸山，我行啊！炸山，我行啊！我沒聽錯吧？你說你能炸山？是啊。操，姐，你找的這個廢物傀儡，這裡也不好使，是不是啊？林峰，我知道你是想幫我，但這平山填海，怎麼可能嘛？不是我，媽媽，爸爸沒有吹牛，昨天他還帶我去月球上呢。上月球啊！林峰，我姐叫你帶孩子，你就專教他騙人是不是？這有什麼好騙人的？不就是炸個山嗎？順手的事兒。我操，你瞅瞅。好了，林峰，別鬧了。我沒鬧。好。既然你們一個個都不相信，那我就只能用行動來替我說話了。
對了，待会兒那一场会很帥。看好了，你苏天，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老子生平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逼了。好啊，你说你能炸山是吧？你现在就给我炸！你要是炸不了，我就给你脑袋炸了！林峰，你别闹了！我没闹，看好了，装神弄鬼，找死！我操！苏总，这山真的炸了！山真的炸了！山炸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好呀好呀，爸爸真厉害！耶！难道林峰真是仙人？小舅子，还敢欺负我老婆吗？信不信我让你像这座山一样炸了？天哥，你快看！最新消息，本市突发5.7级大地震，震源系南山一带，请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尽快撤离，救援工作已陆续展开。我还以为他真的很厉害，是赶场了他。媽的，我就說嘛，原來是地震！你小子，我差點着了你的道！我就說嘛，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仙人這一說？臭舅舅笨舅舅，這座山就是我爸爸炸塌的，才不是什麼地震！小屁孩，你胡說什麼呢？蘇天，礦山已平，炸藥的事情已經攔不住我。你要是沒有其他底盤，就快滾，否則滾啊！滾啊！滾！這事沒完，王少是不會放過你的。還有你，林峰，你敢跟王少搶女人，你就在家裡等着作死吧你！連站都站不穩，還學別人放狠話，快滾！快點，滾！好啊，都給我等着，走啊！他媽的扶着我點！開工了，開工了！林峰，我這弟弟啊，讓你見笑了。這有什麼？不過是跳梁小丑罷了。他要是還敢來，我還收拾他。這蘇天是不足為懼，可是王文遠呢？他是王家大少，不好對付啊。這有什麼好怕的？他來一個我收拾一個，來一對我正好收一雙。你還真把自己當神仙了？你不就是武功厲害點嗎？拿什麼跟人家比嗎？你這話我就不愛聽了啊！好了好了，拜地震所賜，礦山已平了，等平穩一些，就讓工人們開工吧。至於王文遠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，快去忙吧。樂樂，媽媽呢？要忙工作的事情，爸爸帶你去遊樂園玩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嗯。媽媽，爸爸要帶我去遊樂場玩。去吧。媽媽，拜拜。走了。看好樂樂。爸爸，你真厲害，連頭獎都能贏到，我好喜歡這個大熊。喜歡的話，爸爸天天帶你來玩。我回家告訴媽媽。好。小姐，你在哪兒呢？老爺都快不行了。你等我10分鐘，我馬上到。他竟然一只腳就把我的車給攔停了！你怎麼開車的？得虧我爸爸厲害，不然我就慘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爺爺生了重病，需要我送救命藥，他病重了，真的對不起。
你啊，得亏是遇上我了，以后開車注意點。你是孩子的爸爸吧？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海城孫家的長女孫雪，我現在是真的有急事，需要先走，抱歉。等一下，還有事嗎？哦，如果你孩子受到驚嚇了，需要賠償，你可以隨時來孫家找我。但是我今天真的很着急。等一下，小姐，遇見即是緣分，給你一個忠告，你爺爺氣血兩虛，虛不受補，你車裡的安宮丸不僅救不了他，反而還會要了他的命。安宮丸在車內的手套箱裡，除了我沒人知道，他是如何得知？而且他連我爺爺的病症都如此清楚，他究竟是什麼人啊？將這片葉子給你爺爺服下，可延他3日壽命，3天之內準備後事吧。我們回家找媽媽。爸爸，你能教教我嗎？能教教我嗎？啊！哎，我還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難道我這是遇到高人了？爺爺怎麼樣？氣若游絲，食不存一啊，小姐，您說的救命藥在哪兒啊？在這兒。就一片樹葉，小姐，這能行嗎？將這片葉子給你爺爺服下，可延他3日壽命。能行。大夫，我爹他情況怎麼樣了？活不過今天了，抓緊準備後事吧。孫雪說的救命藥呢？怎麼還沒送到？小姐回來了。你爺爺病危，你倒好，出去瀟灑到現在才回來。二叔，我是去給爺爺尋藥了。哼，尋藥？藥呢？大侄女兒，鬧了半天，這就是你說的救命藥？你今天是不是腦子壞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精神病院治治啊？你懂什麼？這藥是高人給我的，他說了，只要給爺爺吃下這片藥，爺爺的命就能再續3天。小姐，說句不中聽的，一定要相信科學，不能病急亂投醫，相信一個江湖騙子的話呀。是不是江湖騙子？試試不就知道了？還是說，你們都盼着爺爺死？你，去。家主，你就看着孙雪这麼胡鬧啊？你懂什麼？老爺子本來就救不活，要是吃了他的爛樹葉再死，那我就能借機發難，從他手裡奪回剩下的股份。家主實在是高啊！好轉了，家主、小姐，老爺的病情好轉了。太好了，他果然是高人。這不可能，醫生都說了，老爺子回天乏術，活不過今天。一片爛樹葉怎麼可能起死回生呢？二叔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道說你希望爺爺死？我孫家的產業全靠老頭撐着，他要能不死，自然是最好。算了，籌謀家產不急於一時。你去看看。是。家主，老爺脈象確實平穩了。那我爹什麼時候能醒？從脈象來看，老爺命暫時保住了，但病根未除，很難再醒過來啊。他的藥能讓我爺爺續命3天，那就代表他一定能治好爺爺。我有辦法，我去找跟我神藥的高人，他一定能治好爺爺。哎，你看，爸爸给我赢的大熊哇，這麼大呀！爸爸這麼厲害？爸爸可厲害了，不僅給我贏了大熊，剛才有一輛車差點撞到我，是爸爸一腳把車踩停救了我。我洛洛，撒謊可不是好寶寶哦。洛洛沒有撒謊。
好，好，沒撒謊，媽媽相信你。不過答應媽媽，以後過馬路一定要牽好爸爸的手，知道嗎？蘇總，不好了！怎麼了？慢慢說。我們開採出的所有礦石，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收，而且王家放話了，誰要是收我們的礦石，就是和王家作對。價值300億的礦石，全部都要砸在自己手裡了。什麼？蘇總，這下該怎麼辦？遇到什麼麻煩事了嗎？我可以幫忙啊！別鬧，你幫不上忙。眼下不怕得罪王家的，又能吃得下這批礦石的，恐怕只有海城孫家了。海城孫家，有點耳熟啊。蘇總，既然孫家能吃得下這批貨，那咱們趕緊去孫家求情吧。孫家的主事老爺臥病在床，孫家上下尋遍名醫，無人能治。他們尚且自顧不暇，哪還有心思管我們的死活？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辦法，或許有一個。若是能治好孫老家主的病，便是對孫家有天大的恩情了。到時候再開口相求，他們定能出手相助。只是要去哪裡找能救命的神藥呢？蘇總，這株百年野山參，您看怎麼樣？百年野山參，這在市面上都是很罕見的。你從哪兒弄的？這是我花重金從青雲觀道長手裡求來的。本來想着在您生日的時候再給您，可眼下情況緊急，只能提前拿出來了。張秘書，謝謝你了。你想要什麼？告訴我，我定會100倍還你。我不要什麼回報，蘇總，只要這一次您能渡過難關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有你做我的秘書，真是我的幸運。事不宜遲，我們趕緊出發去孫家。行程我已經給您安排好了。媽媽，我們是要出去玩了嗎？對，媽媽帶你和爸爸一起去。太好了，我們一家又能出去玩了。你解释呢？今天可是他唯一的翻身機會了，他怎麼還不來？可能路上有事耽擱了，應該快到了。王少，你要是着急，我現在立馬打個電話讓他死過來。不急，放出去了饵，我就不信他不上鈎。王少，還是你厲害啊！运筹帷幄，這下他肯定跑不了了。感謝各位親朋摯友應邀前來孫家。家父身染重疾，一病不起，我們孫家便請名醫，卻收效甚微。所以今日孫某在此鄭重承諾，今日在場諸位，無論身份背景，若有高人能妙手回春，治好家父的病，便是我孫家天大恩人。我孫家將無條件答應恩人的一個要求，無論是要財、要物，或是其他任何事，只要我孫家能做到，絕不推辭。怎麼還沒來？快了應該。孫老家主的病，我或許能治。爸爸，那个人就是王文远，他可壞了，你可要保護好媽媽。確實壞，不但壞，這個地方可能還有點問題。我說姐，孫老家主的病可是連國際名醫都束手無策，你說你能治啊？你拿什麼治啊？這野山參，就拿這株百年藥靈。百年藥靈的野山參，這可是聖王級別的神藥啊！如此千金難求的神藥，必定能藥到病除。蘇小姐，你當真願意把這麼珍貴的野山參送給我們？孫老家主德高望重，享譽海城，我自是希望他能好起來。當然，婉瑜獻藥也有自己的私心。請講。晚輩懇請孫家
能夠收購蘇氏集團采於南山的所有礦產。沒問題，只要能救活家父，莫說南山的礦產，今後我孫家便是你蘇家的倚仗。等等，这個湯有毒，有毒？這可是100年人參熬的湯藥，怎麼可能有毒？老婆，這株100年人參被人下毒了，送你這株100年人參的人想害你。你胡說什麼？我怎麼可能會害蘇總？李鳳，這人參是張秘書給我的，我們情同姐妹，他怎麼可能會害我？防火防盜防閨蜜呀！老婆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試試。你放心，有我给你兜底呢。你快闭嘴吧你，净瞎说。孙家主，我老公性格就這樣，您別當真，不要吧。你媽媽笨笨的，連爸爸的話都不信，確實有點笨笨的。不過沒事兒，讓你媽媽體會一下社會的險惡，你也得學着點兒。不管他們，我們來玩遊戲。來，起效了，起效了！我就說，這人參是張秘書給我的，他怎麼可能會害我呢？家主，这老爺氣血逆轉，不行了，這……蘇婉瑜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會這樣？孫家主，蘇婉瑜處心積慮要給孫老投毒，分明就是居心不良。是你，林峰剛剛說的沒錯，你給我的人參早就下毒了是嗎？蘇總，我可是您的秘書，可您不能什麼髒水都往我身上潑呀。為什麼？我待你情如姐妹，你為什麼要害我？胡說八道，我可沒有。明明是你自己想要陷害孫老，這黑鍋總不能甩給我這個秘書吧？我真是瞎了眼，看錯了人。蘇婉瑜，現在只要你跟我乖乖服軟，說不定我還能救你一條命。王文遠，你個畜生！你為了逼我就範，不惜陷害孫老，你簡直豬狗不如！把話放尊重點，這人參明明是你給孫家的，和王少可沒什麼關係。夠了！蘇婉瑜，我好心信了你，你居然意圖不軌，害我父親！來人，給我弄死這個蛇蠍女人！是。我沒有。Triple kill, Quadra kill, Penta kill！ 爸爸好厲害！來，這算啥？等爹帶你上王者。我父親危在旦夕，你們卻在這打遊戲。不用管我們，當我們倆不存在。你們繼續，你們繼續。爸爸，他們好像是衝着媽媽去的。怎麼樣？小姐啊，你可算回來了！剛才有人竟然進獻毒藥，要害死老爺！什麼？膽大包天！快帶我進去！爺爺，我已經找到救你的高人了，你可挺住啊！婉瑜，發生啥事了？先放開，放開！蘇總，瞧瞧，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，你都性命難保了，他還跟沒事人一樣，怕不是哪一天你死了，在你的葬禮上繼續打遊戲吧？這事兒跟他沒有關係。王文遠給你多少錢？我給你雙倍，只要你當着孫家的面指認這事是他幹的就行。什麼？雙倍？過不了今天這關，你連命都沒了，拿什麼給？爸爸，孫爺爺的病很難治嗎？
不能啊。那你救救孙爷爷吧，现在只有他能帮媽媽了。有了。喏，把这杯水给孙老头子喝下去，包他药到病除。你手指甲？指甲水怎么了？要不是为了帮我老婆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呢。好，你们一个拿毒药毒害我父親，一個拿手指甲羞辱我孫家。既然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們，把他們給我抓起來，挑斷手筋腳筋，一刀一刀給我割死。住手！孙，你动他，問過我了嗎？你怎麼來了？實在不好意思，是我們孫家有眼無珠，還請先生莫見怪。嗨，大侄女兒，你認識他？認識？我怎麼可能認識此等高人？懇請先生救我爺爺性命。孫小姐，這個林峰不過是個武館的小教頭，哪裡是什麼高人？就在剛剛，他竟然用泡指甲的水救你爺爺的命！什麼？林峰，看見了吧？根本就沒有人信你的鬼話。我覺得可以試一試。大侄女兒，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二叔，我親眼見識過這位先生的實力，我相信他說的話。你相信是你的事，但我是家主，豈能讓你在這兒胡鬧？讓老爺子喝這小子的指甲水，孫家的顏面不要了嗎？我願意拿出我所有公司股份做擔保，如果他沒能救回爺爺的性命，我將我所有的股份轉讓給你。反正老頭子也救活了，不如趁此機會徹底掌握孫家的全部股份。空口無憑，立字為據。好。林峰什麼時候認識的孫大小姐？而且孫大小姐對他還如此信任。大侄女兒，開始吧。林雪，看看你幹的好事！不可能，以他的功力，不應該啊！大侄女兒，你的股份現在是我的了。醫生，我爺爺的病態怎麼樣了？氣息平穩，脈象強勁，老爺不僅完全康復了，而且武道造詣又上升了一層啊！這不可能啊！不愧是林先生，您的藥果然有用。小女孫雪，多謝先生大恩。哎，甭客氣，順手的事兒，快請起。一片指甲就能治好孫老爺子？他居然藏着這等本事！不可能，我分明調查過這個小子，他只不過是武館的一個小教員，根本半點藝術都不懂。那他為什麼能用指甲水救活我爺爺？這你作何解釋？王上，我知道原因了。這人的指甲啊，在中醫裡面是一味藥材，名叫人退，有清熱解毒的效果。我姐送的，這人參雖然有毒，但藥力好歹還在。林峰這個廢物，誤打誤撞用人退，中和了這毒性，所以啊，才救活了孫老。你們要是不信的話，問問大夫有沒有這回事兒。蘇少爺說的沒錯，人指甲確實是味中藥。天下哪有這麼巧合的事情？林峰他絕對不是誤打誤撞。這你都能歪打正着，林峰，你的狗屎運可真好啊！隨你怎麼說，反正嘴長在你身上，只要我老婆沒事就行。我
管是不是巧合，治好老夫的病这件事是真的。爷爷，爸，小先生救命之恩，老夫定舉全族之力報答。小先生若有所求，但說無妨。我也没什么所求的，就是婉瑜他们公司挖出来的矿石卖不出去，你们家都收了呗。没想到他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还是挂念着我的事情。苏姑娘，救命之恩涌泉相報，不管贵公司产出多少矿石，我都以高出市场30%的价格全部收购。多謝孙老。哎，你不应该谢我呀。林芳，謝謝你。都是一家人，谢我算雞毛啊！姓孫的，你可給我想好了，你要是幫蘇婉瑜，就是跟我王家作對。林先生與我恩同再造，恩情大過天，與你王家作對又如何？爹，萬萬不可呀！我們孫家和王家一直交好，豈能因為這件事斷了兩家世交啊？住口！你心裡的那個小九九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待會兒再處理你。好，好一個知恩圖報啊！蘇婉瑜，別以為你傍上了孫家就能高枕無憂。我告訴你，我王文遠看上的東西就沒有得不到的。送客。我們把壞人打跑了。哎，婉瑜，礦石不是都賣出去了嗎？你怎麼還愁眉苦臉呢？這王文遠睚眦必報，今天吃了那麼大的虧，肯定不會善罷甘休。我擔心之後會有更大的事情等着。哎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以後的事情往後再說。現在先吃飯，請。走。我籌劃得如此周全，怎麼還是有紕漏？皇上，息怒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這林峰這個廢物，竟然能想到以指甲以毒攻毒，這高時運實在是太好。林峰這小子運氣真他媽好，先是地震開山，然後再是指甲救人。狗屎運罷了，遲早有用完的時候。林峰這個廢物，他能用運氣贏無數次，但只要輸一次，那就是萬劫不復。以王少您的權勢，弄死林峰，不就跟碾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嗎？林峰不過是個跳梁小丑罷了。現在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得到你姐。我一直有個事兒想知道，你為什麼一定要得到我姐呢？以您的權勢，您的財力，還有您的相貌，什麼樣的女人得不到啊？你懂什麼呀？我不過只是奉命行事罷了。奉命行事？整個海城還有誰能命令您啊？雖說我王家在這海城可以呼風喚雨，但是在那位大人面前，我們只不過是體型較大的螻蟻罷了。難道是？不該問的別問。可是，王上，現在我姐有孫家撐腰，那南山開採出來的礦石可值300多個億呢。我現在還拿什麼逼我姐就範啊？礦石有銷路，那也得安安穩穩採出來才行。我已經吩咐聚義堂分舵的趙坤聚眾鬧事，阻止礦石開採。聚義堂那可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貨呀！你找他們，不怕鬧出人命啊？鬧出人命，那不更好嗎？停工檢查，耗也能把你姐耗死。高王上，您這招借刀殺人實在是高啊！我要是有洛洛這麼可愛的重孫女兒就好了。
林峰哥哥，尝尝这个。那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帮你夹。林峰哥哥，我喂你。孙小姐，林峰是我的丈夫，我能照顾好。你照顾你的，我照顾我的。林峰哥哥是我们家的贵客，我们自然要好生招待。林峰哥哥，你尝尝这个，我亲手做的。苏总平常大忙人，你肯定吃不上。他吃不惯別人做的菜。哼，林峰哥哥，那我喂你。我来喂他。我喂你，我喂。等等，我们可以先吃吗？我餓了。不能。哎呀，年輕人真是活力四射呀！真是活力四射呀！苏总，苏总不好了，矿上來了一幫聚義堂的混混，見到咱們工人就打，咱們工人上的上，逃的逃，現在已經沒人敢下礦了。什麼？聚義堂？他們不是只管江湖上的事兒嗎？怎麼現在對你出手了？一定是王文宇，只有他會使這種下三濫的手段。這個聚義堂很厲害嗎？聚義堂窮兇極惡，他們刀口舔血，殺人從來不眨眼，是海城出了名的地下皇帝。聚義堂，這聽着怎麼有點耳熟啊？蘇姑娘，被聚義堂盯上，礦山項目怕是要停工了。雖說我孫家會全力幫助你們，但聚義堂事大，我家也周旋不了太久，你還是得另想辦法才行。事情也不是沒有轉機，只是什麼？聚義堂實行的是分舵自治，想要解決問題，只能去求聚義堂的總舵主段三爺了。那就快去啊！還等什麼呢？段三爺地位崇高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豈能是我想見就能見的？段三爺，咱三爺可是號稱能喝趴整個海城的，沒想到他比咱三爺還能喝。是啊，自打我進聚義堂，就沒見咱們三爺喝多過，今兒真是遇到高手了。哎，我說三爺，你怎麼不喝呀？養魚呢？不動，你牛逼，我投降。哎，來，馬上。才喝這點都不給我透一透的。弄什麼呢？看着挺有意思的。兄弟，這個瓶蓋送給你的，以後有事兒就到聚義堂找我。我聚義堂上百個兄弟，隨時替你調錢。叫峰哥，峰哥。就這玩意兒，你也好意思送人？算了，拿着留個紀念吧。沒記。仙人吶！我想起來了，段家，我有個機會，可以幫你找到他。爸爸，你認識段三爺？認識啊，我跟他一塊兒喝過酒，不過那家伙酒量很差，才喝一會兒就喝趴窩了。林峰，你別胡說八道了。段三爺地位崇高，是海城的地下皇帝，他這種大人物，哪能跟你一起喝酒啊？我說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看這個。
這就是他與我喝酒的紀念品。他還跟我說啊，要是出了什麼事兒，就拿着这個去聚义堂找他。聚義堂上下所有兄弟隨時听候差遣。你剛才不是說有事情需要幫忙嗎？拿着這個再報上我的名字，保準管用。林峰，你下次吹牛前能不能找一個好點的道具？隨便找個刻着段字的啤酒瓶蓋，就說能請得動段三爺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是想幫我，但是江湖上的事不是你一個武馆的小教头能摻和的。這個你拿着，至於別的事情，我自己想辦法。老婆，這有捷徑你不走，怎麼非要繞彎路呢？唉，我倒是覺得吧，林峰哥哥說的是真的。林峰哥哥，我相信你說的話。蘇婉瑜，你真的不去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去了。你願意去就去唄，我才不相信一個破瓶蓋能請得動段三爺。林峰哥哥，那我們走。哎，等等，我想了想，還是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那我呢？什麼安排？你留在這兒，照顧洛洛。蘇婉瑜，你不是不信嗎？幹嘛還要跟過來？我是不信，我壓根兒就沒指望那個瓶蓋，我來是想自己求見段三爺的。要不是你捷足先登，現在跟峰哥哥在一起的就是我了。你怎麼吃醋了？不知道峰哥哥喜歡什麼樣的女生，是不是喜歡我這一款？孫雪，我警告你，林峰是我的合法丈夫。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們就是合約夫妻。等合約一到，峰哥哥就是自由身了，我自然可以追求他。林峰不喜歡平的。你，蘇婉瑜，你太過分了！站住！你們是什麼人？來我聚義堂总舵幹什麼？我是海城蘇家的蘇婉瑜，這位是海城的孫家孫雪。我們想求見段三爺。行了，每天不知道多少人想見三爺。三爺是什麼地位？是你們想見就能見的？大哥，幫忙，我們真的有急事想要求見段三爺。行，識相，趕緊滾蛋！小哥，你看看這個。這誰給你的？是林峰給我們的，他說了，拿着這個就能見到段三爺。難道這瓶蓋真能見到段三爺？哼！林峰是什麼狗屁呀？老子根本沒聽說過。不可能啊！林峰還和段三爺一起喝過酒呢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就連他都沒有喝過林峰。放屁！三爺那是海量，就算把整個海城都喝趴了，他也不會有事。我看你們倆呀，是被那酒蒙子給騙了。我就知道，林峰就是在胡說。怎麼可能呢？峰哥不會騙人的。小哥，你再好好看看，這上面還刻着段子呢。喲！你再搗亂，腿給你打斷，滾！好了，孫雪，我們是見不到三爺了，死心吧。可是回去再想想別的辦法。三爺，那兩個人幹什麼的？兩個想見您的世家千金，我給打發走了。這別人呢，好歹攀攀親戚，這倆倒好，拿個破啤酒瓶蓋，說一個叫什麼林峰的，把您給潑趴下了，這怎麼可能啊？你說他叫什麼？林峰啊！瓶蓋在哪兒？三爺，您找瓶蓋幹什麼？趕緊去給我找！如果找不到，我讓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！這林峰到底是什麼人，竟能讓三爺如此看重？三爺找到了。
你看，骗人的！峰哥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谁给踩扁的？我踩的。混蛋！三爷，这林峰是谁啊？你怎么这么器重他？林峰，我只配叫他峰哥，你还敢直呼其名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啊！扇自己嘴巴子，扇到说不出话为止。是。走，速去海城孙家，拜见峰哥。是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妈妈他们好像回来了，来，怎么样？见到本人了吧？怎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？峰哥，我们去了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信物。他说我们不认识林峰这个人。什么？那个老小子当初可是信誓旦旦跟我说什么？气死我了！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亲自走一趟。哎，林峰，你去哪儿呀？苏天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还能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。姐，你就乖乖跟林峰離婚，好好的跟王少在一起，大家都皆大歡喜啊！不可能，你死了這條心吧。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，不過沒關係，王少只要你一個人，剩下的人無所謂。趙堂主可以動手了。林峰，快帶露露從後門走。沒事，老婆，他們這群就是一幫臭魚爛蝦。現在不是逞強的時候，他們都是聚義堂的人，他們練的都是殺人功，不是你一個武館小教頭可以對付得了的。媽媽，別怕，爸爸超厲害，他們都會被打趴下。小崽子，敢小瞧我，動手！媽的，不帶邪門，一起上！打完收工，耶！堂主，別動，躲！林峰，你連聚義堂的人你都敢打，你等死吧你！口袋裡叫人。挺好看的煙花。一支穿雲箭，千軍萬馬來相見。這可是聚義堂分舵跟總舵的信號彈，馬上總舵主就會帶人來到這裡。你打傷了這麼多聚義堂的兄弟，你等死吧你！去你的！快走！信我的。誰扔的炮聲？大哥，自己人。誰打的？哎，他就是我。林峰，你打傷了三爺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惹怒了段三爺，誰都活不了的。你好大的狗膽！你敢動我段三爺的兄弟？三爺，你沒搞錯吧？他，你兄弟！三爺，別逗我玩了，您可是總舵主，還是海城的地下皇帝。他林峰就是個小教頭，他八輩子也攀附不到您頭上啊！攀附？你個狗眼看人低的東西，你懂什麼？要說攀附，那也是我聚義堂上趕着攀附我峰哥。你喊他什麼？峰哥？您管他叫哥？來人，把這個豬狗不如的畜生給我拉下去，砍斷四肢，餵狗。是。別碰我，哥，不，姐夫，你饒我一命，你求求三爺呀，姐夫。你的死活我倒是不在意，這主要還是得看。姐，我是你親弟弟，我該死，你求求姐夫放我一命。親弟弟，你還有臉說？前幾次要不是幸運，我早就被你們逼死了。我沒有你這個弟弟。段三爺，動手吧，不必留情。姐，早都發話了，還不動手？蘇婉玉，你真不要我了，皇上不會放過你的，你們等死吧你！總舵主，趙坤怎麼處理？
得罪了峰哥就是死罪，要怎麼做還用我教你們嗎？是。撤。峰哥，這麼做你還滿意？滿意。林峰，三爺地位崇高，怎麼對你那麼客氣啊？那還不是因为我酒量好嗎？我跟你说，那时候啊，我们可峰哥，給留點面子。哎呀，改天在一起喝一個。好。我上，我上。怎麼樣，林峰死了沒？我上，死的不是林峰，是蘇天。什麼？不可能！林峰是個什麼東西？只不過稍微能打一點了，更何況還有聚義堂的人在，蘇天怎麼會死？我上，殺死蘇天的是聚義堂的總舵主段三爺。什麼？我找的明明是聚義堂分舵，段三爺怎麼會在？難道是我？說，蘇天到底怎麼死的？段三爺好像和林峰認識，是他下令處死了蘇天，而且連惹事的分舵主趙坤也給處理了。好啊，林峰。你藏得可夠深的，我說你一個小小的武館教頭，怎麼也敢跟我叫板？原來是有段三爺給你撐腰啊！不過你別高興得太早，不知你有大佬撐着。王少，張家人未免也太不尊重你了，讓你等這麼久都不出來。混賬！張家人何等尊貴，竟能出來迎我！王少，張家人真的有這麼厲害嗎？我們王家雖然在海城耀武揚威，但在張家眼裡，那就是看門的一條狗啊！張少，我能進去見老祖宗嗎？廢！這麼點事都做不好，還想見老祖？哎呦，張少啊，老祖一怒，王家必滅啊！你得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起來吧，瞧你這點出息，這回本少親自出馬，我就不信還治不了一個小小的蘇家。張少親自出馬，以張家的聲勢，這蘇婉瑜必定乖乖就範了。林峰、蘇婉瑜，看這次誰還能救得了你們？我跟你說，其實那段三爺也就一般，他也不能喝呀。你看呢？來，哎，婉瑜，你喝多了，別摔着啊！我沒喝多，不信我再來一瓶。哎，別喝了，太過分了！段三爺那老家伙，不僅自己喝多了，還把婉瑜給灌醉了。我沒喝多呀。好。走吧，司機還等着呢。我不坐車，我不坐車。姑爺，洛洛小姐明早還有課，這樣你先送洛洛回去，婉瑜這邊由我照顧她。哎，好。洛洛拜拜。走吧，我的蘇大小姐。好，我們再去喝一頓。你扶着我，疼。你受傷了，你不能再走了。一股子酒味兒。回家。我不回家，不要睡覺。我沒醉，我們再喝。醉了，沒醉。睡覺吧，睡覺吧。我也幫你脫。好，不脫了，等明天醒了，你自己脫吧。林峰，別走。
林峰，走。你要干什么？是你回来了吗？谁回来了？我们是合约夫妻，你这可是例外的价钱。不管了，等你醒来，你可别怪我。来吧。起床啦！乐乐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妈妈，现在中午饿了。爸爸呢？没给你做饭吗？李峰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昨天晚上是你让我留下来的呀。我？啊？好了，别说了啊！昨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昨晚你可说了，林峰別走！我打死你！別跑！哎，你打不着！晚點再找你算賬。蘇總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們蘇氏集團的股票暴跌30億，咱們破產了！什麼？到底怎麼回事？集團30億的股市資金，怎麼可能一夜虧光？不知道啊，蘇總。昨天晚上還是192塊一股，今早開市就變成1塊5一股了。知道了。怎麼了？公司的股價從192跌到了1.5，一夜之間蒸發了30億。多少？30億？怎麼會虧這麼多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事實就是如此。一定是王文遠那小子在背後搞鬼。當初我就應該收拾他。收拾他？嘿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你們倆還有心情鬧？我沒鬧，對不對？上車。去哪兒？證券中心。哦，走，媽媽生氣了，快跟上。不愧是張少，這一出手就點住了蘇婉瑜的死穴。我花10億做空他蘇氏集團，就不信他不就範。喲，這不蘇婉瑜跟她的廢物老公嗎？王文遠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我堂堂王少憑什麼不能在這兒？倒是你們，這股市都虧空了，你們來幹嘛？果然是你在背後搞鬼。哎，你可別誤會。我可沒那個本事，這位是上京張家張琛張公子，蘇家的做空是張少。上京張家？上京張家很牛逼嗎？上京張家以武入商，短短10年就統治了上京的商界，是當之無愧的商業巨鱷。可以說，只要張家跺腳，整個海城都要抖3抖。蘇婉瑜，你名字聽得我耳朵都要起繭了，今天終於見面了。張琛，你我素未謀面，我蘇家更是從未得罪過你張家，你為什麼要對我蘇氏集團動手？當然是因為你呀。因為我？你現在就趕緊跟我回張家，我保證你們蘇氏集團一飛沖天，成為僅次於我張家的豪族。那不行，我老婆。沒想到我蘇婉瑜魅力這麼大，一個個都想得到我。爸爸，你又多了一個情敵。真沒想到我老婆這麼搶手啊！我已經嫁人了，還請張少另選他人吧。蘇小姐，我想你是誤會了，我對你根本沒有那個意思。
家父说你是百年难遇的玄阴之体，拿你回去做炉鼎的话，他定能突破5道桎梏，踏入玄门，修仙问道。玄阴之體，修仙問道。我看你張总真是練武練得走火入魔。住口！你敢說上京張家人走火入魔，你活膩歪了！我管你什麼王少張少，我就一句話，要鬥就鬥，我蘇婉瑜奉陪到底。奉陪到底！真是巾幗不讓須眉，難怪你都搞不定他，這還是個硬骨。只可惜玄陰之體讓我父親看上就沒有生路了。我父親用採陰補陽之法已經煉化了98名女子，現在唯獨就差一位玄陰之體。有了你，我父親定然能久久歸元，超凡入聖。瘋子，哪有什麼修仙之法？老婆，話也不能這麼說，我就是修仙的。哎，但不能照他這麼修啊！你又是誰？我是她老公啊，龍門武館的館主，兼總教頭。哼，這就是你跟我說那廢物？這麼一看，果然是個廢物。我告訴你，我沒工夫跟你這個廢物浪費時間。蘇婉瑜，現在就跟我回去做爐鼎，我保證，你股市上現在欠下了30億，我立馬幫你還清。而且，你女兒我一定會大力扶持，否則的話，我現在就切斷蘇氏集團所有的商業往來。到頭來，別說是蘇氏集團，就連你女兒，怕是連個遮風擋雨的狗窩都沒有了吧？哎，你可想清楚再說，你的每一句話都決定了你女兒的生死。媽媽，我不怕，有爸爸在，壞人都會被打趴下的。我現在數3個數，如果3個數數完還不決定的話，那你母女2人就等着受死吧。3、2、1。婉瑜，是不是只要我能把這條線給拉上去，你們蘇氏集團就沒事了？恭喜你啊，大聰明，說對了。哎，看到這條線沒有？這個是實時票價走勢。哎，看到這個點了沒有？這個是最新股價。你只要把這個點拉到最高，你就能救你的老婆蘇婉瑜。就這麼簡單？呵呵，簡單？你以為股價是化鬼符呢？你想讓它漲，它就能漲？那不然呢？喂，林峰，你是不是腦子有點毛病啊？蘇婉瑜，你的老公他真的是傻得可愛。這麼說的話，那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，讓你明白你是怎麼死的。我張氏集團花了10億重金，向證券中心借了你公司大量的股票，全部低價拋售。這幫散戶看到之後，紛紛跟着我一起賣，你的股價就越來越低，越來越低，所以才會像現在這樣跌入冰點。對了，你想讓股價漲起來，當然可以。你現在就把這些股票一手一手全部給我買回來。股票粗略估計，怎麼得100億吧？林大教頭，你向哪籌夠100億啊？別說100億了。就把他身上的全部零件全賣了，連100萬都掏不出來。這有什麼呢？我把這個拉上去，不就好了嗎？什麼？我沒聽錯吧？你說你要用手捏着這個分時線，把它股價拉上去？你當你神仙啊你？我就是拉得上去，我們不都是億萬富翁了？就是啊。林峰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你就不要添亂了。媽媽，爸爸說能，他就一定能。好了，郑琛，這是我的事情，與他們無關，你放過他們，我跟你走。婉瑜，這就只不過是我動動手指頭的小事，你用不着這麼跟天塌了似的。哎呀，我就喜歡看着螻蟻垂死掙扎的樣子。既然你說你能拉上去，我就大發慈悲的給你個機會。我告訴你，今天你要能把這股價給我拉上來，我不但放了他們母女2人，我還給他們蘇氏集團30億作為補償。30億？沒看出來你還是個好人吶。
人。哎呦，30亿呢？这不是散财童子吗？这不是好人是什么？哼，那我就给你当一把。林大教头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林峰，这是股票，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，你就不要闹笑话了。婉瑜，别担心，别人做不到，但是我可以呀！啊，妈妈，相信爸爸吧。像个小丑。林峰，这次你死定了。林峰，你真是……动了，真动了！石先生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走势啊！能有这样的走势？不得了！除非注入了100亿的资金，可除了张家，谁还有这样的本事？爸爸好厉害，能不能再拉高一点？洛洛想让这只股票再高一点是吧？好，爸爸答应你。嘿300，再涨100，从没见过3家如此高的股票，这简直是财神爷降世啊！还在涨，不能再涨了。1100元一股，涨了700倍，真的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夢吧？媽媽，爸爸可是仙人，這件事情對爸爸來說易如反掌。誰說炒股很難的？這不挺簡單的嗎？張少，怎麼辦了？真給他拉上去了，不可能！你得願賭服輸，可別耍賴啊！30億，拿來吧！我拿你媽！短短10分鐘，這股價翻了700多倍，怎麼可能？你不信爸爸，還不信他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串通這些工作人員在大盤上做手腳耍我，要不然這跌入冰點的股票怎麼可能瞬間漲到1000億一股？林峰，這事兒是真的嗎？好啊，造假股票數據那可是違法的。蘇婉瑜，我只想讓你回去給我做爐鼎，沒想到啊，你這老公要讓你們全家蹲大牢啊！墨跡，你就是不想給吧？姓張的，那隻是你們家的股票是吧？沒錯，1000元一股，貨真價實。看我給你拉下來！看我給你拉下來！你能不能別演了呀？股市就是股市，不是你動動手指就能拉下來的。沒事，讓他演。他一沒我有錢，二沒我有頭腦，在現實中打不過我，我要在幻想中還不讓他贏，那豈不是太殘忍了？怎麼回事？拉不動了呢？這股票啊，最低就0，你怎麼着還能把它拉成負數啊？林峰，不得不說，幫你造假的這些人還是有點腦子，知道這股市拉不為負數，不過跟他們比起來，你就蠢多了。林峰，別鬧了。我沒鬧，我就是不知道股票沒辦法拉成負數，不然的話我拉爆它。林峰，你說之前怎麼沒發現你腦子這麼有病呢？那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說張家該破產了呀？你怎麼知道？正好，這是我們家專門負責集團股票的特助，你不要拉爆嗎？來，我讓你們都聽聽啊。喂，陳特助，我們家今天這股票又漲了多少啊？少爺，天塌了，集團股價歸零，2000億資產瞬間蒸發了呀！你他媽放屁！這怎麼可能？我們家股票穩得很，怎麼可能瞬間沒錢了？少爺，我不敢說謊呀，集團的股票真的歸零了。尊敬的用戶您好，您購買的張氏集團股票已清零。張少，他說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們真聽沒了？不可能，他又不是仙人，他怎麼通過2個手指就把股票都拉跌了？貓膩，這裡邊一定有貓膩。我跟你說了，
我爸爸是仙人，不好惹。放屁！只有我父親才是那僅次於仙人的存在，他一個渣子，怎麼可能是仙人？一定是有人趁機趁亂要做空我們張家的股市，到底是誰？給我站出來！今天發生的這一切太匪夷所思了，難不成林峰他真是？老爸，這裡沒我們什麼事了吧？走，回家吃飯去。我還沒讓你們走呢。張琛，你計劃失敗，難道還想殺人不成？我當然要杀呀！哦，不過你的命我会留着，至於他們倆，那我就說不準了。不行，這事情從始至終都跟他們沒有關係，有什麼事衝我來。我本來是想只衝你來的，但是他今天讓我很不爽。林峰，你的命我必殺！站在一個女人後面算什麼？有種你現在給我出來！還有點種啊，不然我還以為你是個窩囊廢呢。林峰，我告訴你，我現在在外面布置了10名狙擊手，只要我动手，你的命立馬就沒了。現在我給你一個機会，跪下给我磕頭認錯，我們的賬既往不咎。你來呀，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！我他媽沒跟你開玩笑。林峰，我也沒跟你開玩笑。你給我站住！告訴我，我再給你最後一個機會，趕緊給我跪下來，給我磕頭認錯！還在這跟我裝死人是吧？我不要！老婆。张少爺是吧？我給你算一卦，你今天有血光之災。放屁！张少。死了！哥，以前是我錯了，是我有眼無珠，不识真佛，我不跟你搶人了，好不好？這是我新買的勞斯萊斯幻影，還有我王家所有的財產，全都給你，只求呢放我一條生路。口說無憑，立字為證。立。只要峰哥說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來人，拿紙和筆來。行了，没事了，滾吧。這就滾。林峰，等張少死亡的消息傳到張家老祖的耳朵裡，你必死無疑。我少給你承諾的這些，我全都拿回來。爸爸，你為什麼要放虎歸山啊？你不怕他們報復嗎？他算什麼虎啊？頂多算個臭臭。倒是張琛家的那個張家老祖，我倒是挺感興趣。把那個王文遠給放回去，給他們通風報信，正好把幕後施黑手的拽出來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爸爸好厲害！別拍馬屁了，媽媽還暈着呢，差點把媽媽給忘了。你可不能把你媽媽給忘了。誰叫爸爸這麼強？我知道根本沒人能傷到我們。媽媽，你醒了！爸爸媽媽醒了！媽媽去吃飯。爸爸媽
醒了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快坐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都是你做的？尝尝我做的汤，熬了好久呢。当心烫。爸爸，我也想要。爸爸也给你盛。啊，对了，林峰，你是怎么解决张琛的？那当然是我爸爸大显身手，大展神威。爸爸说给坏人算命，说他有血光之灾，之后他就真的死翘翘了。那些坏人就该自食恶果。乐乐，你又瞎说。爸爸是会武术，但是算命算死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？妈妈，我没有瞎说。爸爸，你快帮我作证。没错，我作证，洛洛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虚言，天打五雷轰。你呀，你说的话最不能信。嘿，哦，对了，你昏迷的时候啊，我让王文远给咱们立的字据，说是把他们家的产业全都给我们了。这上面真的有王文远的手印跟签名，这是真的。对，这王文远平时嚣张跋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怎么做啊，这都是他主动找着我，跪着我求我收下来的。你就吹吧你。不过林峰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让苏氏集团的股票暴涨，同时又让张氏集团的股票暴跌的？炒股嘛，很简单啊，把你的拉上去，再把他的拉下来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难不成林峰是个隐世高人，是我看走了眼？什么？苏总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境外资产大量收购我苏氏集团的股票，咱们的股价破千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境外的资本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张家行事乖张跋扈，这些年得罪了不少大資本，這次完全是咎由自取。蘇總，您還不知道吧？這次境外資本不僅救了咱們蘇氏，還趁機做空了張家，張家的股票清零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李峰只是個武館的小教頭，根本不是什麼隱世高手。不過李峰這運氣啊，還真是好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簡直是我蘇家的錦鯉了。啊，幹嘛？哎，我知道，尋常女人很難不被我的美色所俘虜。但是我事先聲明啊，我只賣藝不賣身啊。哦，吃飯吧你。果然啊，女人心海底深呢。紅塵劫已過，天雷劫要來了。爸爸，好黑，我好害怕。洛洛不怕，爸爸帶你去渡天劫。爸爸，你準備好了嗎？早就準備好了。洛洛，準備好，看爸爸對抗天雷的英姿。爸爸加油！哇，爸爸好厲害！嘿嘿，這才哪到哪啊？再來！天哪，爸爸比超人還厲害！
聲這麼大，洛洛最怕打雷了，怎么不进来找我？洛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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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洛洛不在，林峰也不在，这刮风下雨的，会去哪儿呢？爸爸好厉害！洛洛，洛洛，洛洛，谁让你上去的？太危险了！这林峰干什么吃的？洛洛上屋顶了都没发现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林峰，哇，爸爸好厉害！再来！没想到这天雷竟然还能淬炼肉身。有了，能不能用点力啊？没吃饭吗？爸爸，我果然没有猜錯，如此沒意思。危險了，快跟媽媽下去。我不要，我要跟爸爸一起。爸爸在哪兒呢？爸爸在那裡。那個是雷暴雲，爸爸怎麼可能在上面？走。媽媽，我沒撒謊，爸爸真的在那裡。洛洛，別胡鬧了，現在天氣情況這麼差，要是被雷劈了怎麼辦？下樓。洛洛，走。好吧。等爸爸回來了，我一定狠狠教訓他。不愧是9天劫雷，竟然能修煉出荒古聖體，這下我終於可以功德圓滿了。爸爸，你渡劫成功了。林峰，你幹什麼去了？洛洛他怎麼了嗎？沒什麼。穿個衣服吧你。哦，你在想什麼呢？怎麼突然在那發呆啊？你沒事吧？沒什麼。給。不用，謝謝。啥不用？你的電話。啊，不好意思。這麼晚了，公司還有什麼事？你蘇家的喪事。呀，這不是我親愛的蘇總嗎？怎麼還跟林峰這個廢物混在一起呢？張欣，我放你一條生路，你還好意思出現？我有張家老祖庇佑，有何不敢？張家老祖，蘇婉瑜，你還真是不好請啊！罷了，老夫親自來請，跟我走吧。哦，你就是那個想拿我老婆當爐頂的人是吧？你是？老祖，他就是林峰，害死少爺的罪魁禍首。好啊，沒去找你算賬，你都自己送上門來了，也罷，免得我到處尋你。區區螻蟻，竟敢害我兒女命！快來人，攔住他！林峰，張青天武道通學，天下無敵，你不是他的對手。他要的是我，
這裡有我和保镖拖住他，你带洛洛快離開。碼頭有我準備給你的船，你帶着洛洛離開海城，越遠越好。老婆，那個老頭我翻手可滅，何必搞得跟生……林峰，這次必須聽我的，我命令你帶洛洛離開，立刻，馬上。今天沒有我的允許，誰也不許離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些都是内境高手，即便不敌，也能攔住你一時半會兒才對啊！蘇婉瑜，你也太小瞧老夫了。就這幾條臭魚爛蝦，還不夠我熱身的。蘇總，你何苦掙扎呢？本來只需要獻祭你一個人，就可以讓所有人飛黄騰達。蘇少、張少，還有這些保護你的人，都可以不用去死。現在好了，你還是要被抓去做奴隸。可是林峰還有洛洛，都得跟着你一起陪葬。蘇总，你為何如此自私呢？媽媽，放心吧，有爸爸在，這些壞人都會死的。林峰，一個武館的小教頭，哼！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算是張家老祖站在這讓你打，你也得把自己弄得骨斷筋折。你胡說！我爸爸一拳把這個老頭打趴下。哦，是嗎？小子，蘇婉瑜我要定了。不過嘛，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，保你女兒一命。但是我站在這裡不動，不還手，3招之內，你只要能讓我後退半步，就算你贏。不用3招，1招足矣。林峰，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要逞強？這可是關乎洛洛的生死。我說1招，就1招。好，果然是初生牛犢不怕虎。行。老夫看好你的勇氣，來吧！爸爸，加油！哼，林峰，再給我一個奇蹟吧。老頭，你想當仙人是吧？好啊，我今天就讓你看看什麼叫真正的仙人。你就是我想做夢都成為的仙人。老祖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媽媽，我早就跟你說了，爸爸是仙人，可厲害了。你不信，現在信了吧？那你之前說的炸山是真的？是啊。那之前用指甲蓋救活孫家老祖也是真的？那股票的漲跌就这麼就上去了？那洛洛之前說的你帶着他上月球也是真的了？哦，你看這張照片，這下你總算相信了吧？姑爺，沒想到你這麼厲害，你一定得明劍啊！今日你能產出張晴天，都是我在暗中斡旋。姑爺，求你饒了我的命，求你放了我！我見過不要臉的，還沒見過你這麼不要臉的。對，你說的對，我是沒臉沒皮，求姑爺饒了我一命，求姑爺饒了我！只要你能饒了我，你讓我做什麼都行。人呢？林峰，這些日子多虧了有你。老公保護老婆，天經地義。爸爸媽媽，你
你們結婚時還沒有舉辦婚禮，現在壞人被解決了，現在可以補辦。接下来有请新娘入场。太幸福了！哎呀，真好。怎么样，我美呆了吧？天上的仙女也不过如此了。有请花童献上婚戒。我们的合约今天就到期了，你还愿意续约吗？续，合约的期限是10000年。新郎，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不同意。谁啊？我不同意。我爸爸妈妈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因为我也要嫁给风哥哥。哎，你看看，真是啊，什么情况？是你风格不是？他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哎，我的，哎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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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